嗱，好啦，今次咧可以話呢個一波嘅革命係失敗咗嘅。嗱，但係咧，我相信好快又會有另外一波。原因咧係佢嘅貨幣徹底崩潰。一個地方嘅貨幣徹底崩潰咧，基本上鎮壓嘅人咧都會出現呢個裂痕。好啦，就喺呢個咁動盪嘅時間，呢個匯率啊，伊朗嘅呢個貨幣雷亞爾咧係跌到100幾萬對1。咁而且咧喺呢個咁緊急關頭咧，美國財政部係留意到有一筆大筆錢啊，係差唔多係價值嘅超過100億港幣嘅資金咧，係由伊朗咧撤出，係匯咗去第二度嘅。咁啊，呢個由美國財政部咧係罕有咁高調表態，表示一定會追蹤呢筆錢嘅資金流向。嗱，有咁大筆錢，伊朗咧冇乜富商，冇乜巨富嘅，呢啲肯定係屬於政府嘅錢嚟嘅。問題係邊啲權貴咧有得過百億港幣嘅價值咧，即係10幾億美金啦嚇。除咗哈梅內伊啊，我都諗唔到有第二個啦，係咪？